概书，还有用也会接续比类学到了。用来讲，以前还无水库嘅时节，也为大车互咱的留下来嘅三角鼻，也嘅鼻筒做地用，哈哈。出现也去所在迄三角鼻，古所出现外地嘅福教，换到三角鼻福教啊。原来是安样呢？是想讲以前无水库嘅时节，也被用水清无离片。系啊，三角鼻已经按 Q 咧水啊，拉白用，虾米富山头水库做好以后，怎样能足嘅水来光快无甜。外地嘅福教喺8天以做水库时节，省一个冲教时节，通过拍前程，内容140个。先生讲，以前外地嘅福教现做六甲深上高地小福教，学生嘅拄喺做水库工厂时嘅少年哦。古所假使8天以无吹三角鼻做水库，就无根本嘅三角鼻福教啊。嘿啊，每个学生诶都是8天以，这水库清辛苦，没清女下。有意外发生太爆炸。外地水库地拄个顺工队，就迄纪念硬币爆炸是迄个公园当作个明年个5月8号，水库拄要举办8天以个追思会。前吹也比图书馆人文好上诶，时常为爱童阿甘的手机关田，爱童阿甘的都请紧张哦。迄站爱人来到富山头水库，水库同8天以既让延期出吹好教顺风，爱人会吹好教复习有关8天以同水库检测嘅过程。关田出产林果，每年嘅热天都要看到吹林果田口地尾作等一身怪衫，才属林果嘅景色。林坡仙子水池，每系关田有名嘅保育葫芦皮系清朝时期嘅皮做嘅皮头，用泡嘅做到，内用水池内也比系宽。龙田茶站以前很做翻热田茶站，吹8天以，嘅抽水库从江南太准桥时节，也比系重要嘅转运站。老了关田一太强，跪倒福教老阿公、老阿婆，吹到延之度去看一下。看到强溜溜嘅草地内，别听阿婆讲，以前运动平全系沙土，运动费时节吹运动平后帮太少，今日系来过怀念啊！三角鼻从以前日本师傅晒，到今下强溜溜嘅福教，都揾三角鼻嘅新年吹也比快乐嘅成长。爱台湾音乐记得福教嘅历史，爱感恩8天以为到江南朋友所做嘅贡献，要期望8天以音乐吹福教嘅进